BB 咧就快1歲生日啦，好興奮，但係亦都有啲擔心喎。因為咧，我想同佢訂個蛋糕，但係咧又驚啲蛋糕上邊咧有好多過敏嘅食材，例如雞蛋啦、牛奶啊、小麥啊、堅果等等。咁點算好咧？我一諗到咧，佢哋食咗之後咧，有機會會出紅疹啦、肚屙啦，甚至休克，咁點算啊？其實咧都唔使太擔心嘅，我哋可以咧喺 BB 大約8至10個月嘅時候就開始俾佢試食一啲比較高敏感嘅食品，例如蛋白啦或者小麥咁樣嘅。咁啊睇下佢啦，觀察下佢有冇會出紅疹，又或者係肚屙、肚瀉等等。咁啊每次嘅份量咧俾少少佢食就好啦，同埋咧喺朝頭早嗰度試，隔幾個鐘就望下佢。咁如果冇問題就當然係最好啦。有問題咧，我哋咧都可以先觀察一下，或者去睇醫生，甚至可以做一啲過敏嘅測試嘅喎。咁而最重要嘅就係，如果當佢真係有食物敏感嘅時候，我哋去購買食物啦，甚至買蛋糕嘅時候咧，都可以睇清楚佢寫嘅成分，避開一啲佢哋會有食物敏感食材嘅蛋糕，咁就會安心，亦都好安全㗎啦。希望咧媽媽都可以同 BB 過一個好快樂嘅1歲生日啦！